喺好多年前咧，中國咧每年都有咧唔少嘅異見人士咧就會以保外就醫嘅身份去美國，而美國就會放寬中國一啲叫做咧第一係最惠國待遇，一係咧就其他嘅叫制裁等等嚇。咁好啦，到中國咧入咗世貿之後咧，其實需要釋放人質嘅機會越嚟越細，索性都唔使啦，係嘛？跟住咧就係要用更加高級嘅呢個叫做咧外交手段咧。大家進行一啲利益交換，中共先肯咧放一啲民運人士或者被迫害嘅人士。到習近平上台之後，更加唔需要，因為科技先進啊嘛，佢用盡一切手段去監控呢個人民，去對付人民。咁啊，至於咧，你美國已經越嚟越冇乜牌同佢交換啦。習近平上台之後，幾乎冇一個民運人士咧係攞出嚟同美國交換，全部都喺大陸韞住嘅，係嘛？一個都走唔甩。咁你諗下啦，中國嘅強大，強大到咧，當佢欺負你嘅時候，係冇人夠膽幫手，亦都冇人有能力去伸出援手。